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本期視頻。1970年，顏文千出生喺香港一個普通家庭，家境清貧，自細就懂事早熟。1989年，19歲嘅佢考入咗 TVB 第15期嘅藝員訓練班，同林家棟、黃德斌成為咗同期同學。嗰個係香港電視嘅黃金年代 ，TVB 星光璀璨，無數年輕人逼破頭都想進入呢個圈。顏千文都懷住明星夢，發誓要靠自己闖出一片天。啱簽入 TVB 嗰幾年，佢係劇組入邊最拼嘅拼命三娘，從唔揀角色，唔嫌戲份少，丫鬟、學生妹、路人甲，只要有機會出鏡，佢都一口答應。最忙嘅時候，佢一日趕3組戲，日頭拍外景，晚黑拍棚內，攰到黐咗張床就可以瞓着，連好好食餐飯都係奢望。同期嘅同學，有嘅成為咗主角，有嘅成為咗實力派嘅配角。只有佢似一粒用完即棄嘅螺絲釘，俾無情嘅踢出咗呢個佢所付出嘅所有圈。離開 TVB 之後，佢做過保險銷售、髮型屋嘅接待，甚至遠赴馬來西亞討生活。但冇資源冇背景嘅佢，始終撈得好差。曾經嘅明星夢睡得一塌糊塗。1998年喺好友陳敏君嘅引薦之下，顏千文以為迎來咗人生嘅轉機。佢重返娛樂圈，加入咗亞洲電視。本來以為換個平台可以重新開始，佢依舊認真嘅拍戲，認真去打磨演技，唔放過任何一個細角色。但命運嘅惡意再一次朝佢襲來。當時為咗突破以往嘅清純形象，都為咗爭取更多嘅機會，顏千文答應咗一家雜誌拍攝一組性感嘅吊帶寫真。照片發出嚟之後，佢嘅性感造型引起咗亞視高層嘅不滿，被指責形象低俗，破壞咗公司聲譽。冇任何嘅辯解機會，冇任何嘅緩衝餘地。入職只有10個月嘅佢，被當場宣布解約，再次俾電視台炒魷魚，兩度俾行業拋棄。顏千文徹底陷入咗絕望。佢冇積蓄，冇工作，手停口停，連最基本嘅溫飽都成咗問題。但屋漏偏逢連夜雨。就喺佢最落魄嘅時候，屋企入邊傳來咗驚天嘅噩耗，爸爸被確診為食道癌嘅晚期。攞到診斷報告嗰一日，顏千文企喺醫院嘅長廊度，成身冰冷，手入邊嘅報告單就好似有1000斤重。醫生同佢講，爸爸嘅治療至少需要上百萬嘅港幣，化療、靶向藥都係要天價，每一次治療就要使幾廿萬。呢個對於失意嘅佢嚟講，無疑係天文數字。屋企仲有年幼嘅弟弟妹妹要返學，媽媽冇工作，全家人重擔硬生生嘅全部壓喺佢一人嘅膊頭度。佢試過所有可以諗到嘅計，去商場度企台，一日企12個鐘，企到腳到青筋凸起，血管似蚯蚓一樣扭曲，一日都只可以揾到2000港幣。佢厚住面皮向所有嘅親戚借錢，換來嘅卻係冷嘲熱諷。你做大明星咪揾大錢咩？仲可以先問我哋借？電話俾無情嘅掛斷，人情冷暖喺呢一刻展現得淋漓盡致。佢踎喺醫院樓下睇住人來人往，第一次覺得人生如此絕望，冇錢冇路，連爸爸條命都快保唔住啦。就喺顏千文走投無路嘅時候，導演王晶向佢伸出咗橄欖枝，邀請佢出演大尺度嘅演技片，片酬係48萬港幣。48萬啱好夠支付爸爸第1期嘅化療像靶向藥嘅費用，呢筆錢係佢喺電視台冇日冇夜做2年都揾唔到嘅數，更係救爸爸嘅唯一希望。一邊係堅守多年嘅尊嚴，一邊係至親嘅性命，顏千文根本冇得揀。簽約前嘅3夜，佢冇合過眼，坐喺出租屋嘅地板上，一支接住一支嘅抽，煙霧繚繞，全都係對命運嘅無奈。朋友勸佢再諗下，呢個標籤一旦貼上，一世人都撕唔甩。佢只係紅住眼眶講：我冇得揀，我嘅老豆等住錢救命，我唔怕唔得。2001年，顏千文簽低咗獸性新人類嘅合約，嗰個曾經喺 TVB 入邊清甜嘅壓迫，從此徹底嘅消失。拍攝嘅第一日，導演就要求全裸出鏡，佢細細聲嘅問可唔可以留件細背心，佢俾無情拒絕。你值呢個48萬就係因為可以全裸。佢咬住牙飲低咗成瓶嘅廉價威士忌，喺鏡頭前完成咗所有嘅要求。電影上映之後，顏千文一夜成名，都成咗全港嘅笑柄。報紙鬧佢玉女厭星，司嘅同事對佢避之不及，陪爸爸去醫院複查，護士都喺背後指指點點。
爸爸知道佢嘅付出，拉住佢嘅手，喊住講：阿女唔使驚，我知道你係換我條命。呢句話成咗佢撐落去嘅唯一動力。為咗儲夠後續嘅治療費，佢又咬牙接拍咗3部嘅演劇片。最薄嘅時候，一日只瞓4個鐘，日頭喺片場度拍激情戲，晚黑就返去醫院俾爸爸擦身餵飯守夜。有2次，爸爸突然間病危，佢正喺度片場度演戲，手機被迫關機。收工之後見到20幾個未接嘅電話，全部都係醫院做屋企人打嚟嘅。佢當場跪喺片場度崩潰大喊，憎自己唔可以陪喺爸爸身邊，更憎自己只可以用呢種不堪嘅方式為爸爸續命。嗰啲鏡頭前嘅風情萬種、大膽裸露，全部都係佢咬碎牙往入邊吞嘅委屈。每一分片酬都黐住佢血淚狀尊嚴。2005年前後，爸爸嘅病情終於穩定，可以慢慢飲粥食嘢。顏千文喺醫院樓梯間抽完咗成包煙，眼淚都跌咗喺煙灰入邊。佢下定決心再都唔拍演技片，啲筆債佢還清啦。但脫低咗現星嘅外衣，佢先發現自己早已經無路可走。曾經演藝圈翻唔到，所有人都戴住有色眼鏡睇佢，普通工作都因為佢現星嘅標籤處處碰壁。為咗生計，佢放低咗所有身段，去夜市擺攤賣咖喱魚蛋，一碗只搵2蚊半，風吹日曬，從早忙到黑。後面儲咗啲錢，開咗一間細細嘅美容工作室，幫人祛痘淡斑做護理。客人問起佢嘅過去，佢只係輕描淡寫講以前做過茄喱啡。佢以為日子可以慢慢嘅好起身，但命運嘅磨難從未停止。婚姻失敗，感情受挫，曾經相戀嘅人背叛離去，加上屋企7隻愛狗相繼嘅過身，當年積累嘅負面情緒徹底嘅爆發。2015年，顏千文被確診到患上抑鬱症，長達8年嘅時間入邊，佢經常係失眠焦慮，一瞓醒就喊，總可以聽到睇到一啲莫名其妙嘅嘢，內心充滿住恐懼。佢唔敢出門，唔敢見人，把自己困喺屋企入邊，無數次想放棄，但諗到年邁嘅爸爸，又只係硬撐住活落去。呢啲年，佢偶爾會返 TVB 客串啲細角色，《一舞傾城》入邊嘅媽媽生，《獅子山下的故事》入邊嘅配角，戲份唔多，片酬唔高，一場戲只有2000蚊，但佢依舊認真去對待，台詞一個句背，鏡頭前嘅表演不卑不亢。佢想靠住演技重新證明自己，想撕低現星嘅標籤，但娛樂圈現實又殘酷，冇人記得佢嘅努力，只記得佢嘅過去。就是今次參加中年好聲音2，佢準備咗好耐，想喺舞台度揾翻曾經嘅自己，但落選之後嘅一句我冇用啦，道盡晒佢半心嘅自卑仲無力。佢從來都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從來都冇俾生活好好善待過。2015年之後，顏千文逐漸淡出咗香港娛樂圈，將生活嘅重心轉向內地，最終選擇喺廣州定居。如今嘅佢喺廣州開咗一家細店，當起咗事頭婆，賣住平價湯粉，偶爾就會接一啲內地嘅商演、細型活動，揾嘅錢唔多，但足夠維持生計。如今嘅佢早已經冇咗年輕時嘅光彩，年近60歲嘅年紀，塊面度有咗歲月嘅痕跡，眼神入邊滿是滄桑，冇穩定嘅事業，冇圓滿嘅家庭，半生都係為生計奔波，為屋企人操勞，從來冇為自己活過幾日。抑鬱症依舊困擾住佢，情緒低落嘅時候，仲係會陷入自我否定，諗起過去嘅種種委屈，成晚都瞓唔着。佢依家好少返香港，嗰度有住佢嘅輝煌，有住佢嘅傷痛。佢好少提及過去嗰啲拍演技片嘅日子，比解僱經歷，攰到住院嘅時光，都佢唔願意揭開嘅傷疤。偶然喺社交平台度分享日常，視頻入邊嘅佢笑住面對鏡頭，但笑容嘅背後總會藏住一絲難免嘅落寞。今日故事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